正经国内标出非洲地质禁止用喷水池底的规定是还未解除，不过屏东县府去稽查，刷伫咧屏东市的地条，发现有业者违规用喷水池底。县府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60万，另外这违反饲料管理法是罚20万，拢总80万。若是罚钱，县府也限制业者的抵押上市，也取消相关的补助。 工作人员赶紧喷消毒水，消毒车嘛伫地条外围压。非洲地质防疫也未解禁试喷水。屏东县政府农业处和动物防疫所持续联合稽查，17号伫屏东市发现一笪地条偷试喷水，业者互县府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60万，另外违反饲料管理法开罚20万，总共罚80万，是屏东县目前开罚上悬的案例。为民众检举，并配合警方多日查获。 现场立即采样猪只及处理送验，非洲猪瘟检验结果均为阴性，已排除感染之风险。县府表示，这间地条大约有590只猪，查的时阵拄好咧煮喷水，涉案业者本身有再喷的牌，本地应该甲喷水送到环保局指定的气化场所，煞违规甲部分的喷水摕转来饲猪。 其他的饲猪业者讲，即马是非常时期，希望业者大家会当照政府的规定行。 那养猪业者他需要有蛋白质来源，我们还是希望鸡啊、鸭啦，包含到鱼类宰杀的这一些内脏下脚料，还是由养猪户现阶段帮忙去化，这样子才是一个解决的方式。这是我们目前养猪的一个大概的趋势，我想也比较能够符合大众的一个。 想法跟理解而不是出于2个字就把它封杀掉啊。其他饲猪业者表示，希望政府和地方会使赶紧讨论做统一处理喷水的方式。若要改用饲料，嘛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，互猪仔适应。县府当场要求违规业者，把当咧煮的喷水抽出来，送去焚化炉处理，而且暂时封锁喷槽，禁止使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